嚟緊一家叫特盛餐，就有哥斯拉。首先睇下個特盛餐先，咁我呢個係特盛雞扒餐，加10蚊就有哥斯拉餐具。特盛梗係超多肉啦，有2塊雞扒，隔離仲有啲菜添，仲有杯大汽水免費升級。睇完之後梗係要睇哥斯拉啦，哥斯拉就喺呢一度。打開放哥斯拉出嚟先，就係咁樣啦。上面寫住百事 crossover 哥斯拉，拉開中間仲有哥斯拉走出嚟啊！入邊咧就有餐具嘅，叉、匙羹同埋筷子全部都係不鏽鋼，而每一個餐具上邊仲有百事 crossover 哥斯拉，絕對值得收藏。又靚又好用又好收藏啊！中意哥斯拉又中意食吉野咖喱，唔好錯過。今條片嚟到呢度，我哋下條片再開其他嘢。Goodbye。